仔哥啊，你阿仔哥你好事啦！我對嘅觸覺，我係當有才，我係帶苗栗明德水庫人士。嘿嘿，有時我親愛哈。阿爸哥，我哋哋在村里親親佢呢。亂講啊！今日都很多人上天天，跟外出來嘅呀。你都聽我做乜呀？我同你恭喜。哦。我就18歲噶，要做壯牛嘅呢？啊，地方上也冇嘛，你做鋪嘅生意做唔着，啊來天啦哈，嗰度生意還做唔着，唔曉得做。因為家安全嘅日本一做出嚟咩？中央政府來台灣嘅咩？睇下當安全嘅，安全做鋪添嘅，乜嘅都親自人，又冇俾日本人壓制唔愛。啊，人吃人唔過做苦，食客唔好。啊，將個國家嘅又唔係幾多條路，唔係幾多好做，所以對外發展。啲樣事誒做起嚟講嚇，可以講降福後嘅啦嚇，降福後做起嚟講最適當一種啦。還有個西班牙太傅嘅西人講說嚇。當然，就還不就說戲院上看戲呀，啊，這個大家安心去看戲，啊，愛出嚟學戲，所以其他人唔會反對。哎呀，因為平常做下出嚟摸嘅，啊，做下出嚟摸嘅，啊，後日就做下出嚟上嘅。所以頭擺有啲條路嘅問題啦。中港都冇條路就按嚟將允許為香港喺度做戲啊嚇，較好安尼。神那乡亲那来。
主公，恩主公，关衙公，关衙公。我都从来呀，啊，我都从来呀。好吧，好吧。敢有看过伊做戏哦？有啦，看过多啦。伊唱曲个上，我看得见过我一首啦。是哦。哦，呵，非常的强一唱太曲，做太曲，唱啊太曲啊！我係講啦吼，平板啊，你個位地方嗰度，我看得見嗰個一首。看迄嘛嘅意思啊，牙看乜意思？比較會嘅人啊，較少。特别做戏出，还有那双盲演艺啊。我是做美吧，美飞吧，美国的，美国的国吧。万年青，美国帝王朝威呀！今天走访你。谁跟他龙我们说？是切龙珠。不对，女龙珠。曹兵援疆数天以后，电数关天一代，就是可本社会不应该呀！秦王也敢兴兵到来谋反嘛？说托要托下你国中跟真主啊！做咩卖药嘅做嘢，太本熟悉啦。而家有時佢都當當賣藥啊，當賣藥嘅，我當做醫啊，做醫是佢家母佢我兩家嘅個冇經驗，我哋都後邊我哋都做醫休息咧咩，休息咧就轉唔下佢嘅兩個老家家母啊，仲話賣藥係咪？就唔定啊，地到講我哋都冇做醫啊，就喺我哋度賣藥嘅。平常我做戲，冇戲咧做了咧，是賣藥嘅。啊，跟住按照賣藥副業，做戲專業，個個正常做賣藥嘅專業。我本來做嘅賣藥，有人來刁講，我哋啷個做1年戲啊2年戲啊，我戲後佢就變副業。佢賣就像安尼，可比迄落隻裝頭，像啲安尼裝頭嘅哈，迄落個頭嘅，東西就要擺好啦，那個同行人哋顧嘅安尼，個就裝個貨掠頭，就像希望當安尼做一樣嘅安尼。都裝頭落去做嘅梯做架梯。假梯。架梯，架梯意思講，我也沒有平哈。啊，你們也個路線上，我暗邊啊啲嘢味嘅路高，啲啊賣藥嘅開場，嚇，佢就會嚟啷講好啦嚇，冇關係。後來咧，賣藥有一排哦，還有就一排咯，家就開始一排了。而且人藥嘅隨頭針，藥嘅隨頭針，嗰排隻乃派上定機。人望落去嘅做嚇，佢放鬆咗放出去啊，放出去嚇，就安尼我很嚴格啦，講來看賣藥嘅要打3個菜炒安尼啊，人按部頭10包也就會揾來做等你咩？他做做3腳菜茶，較少人咩？他有較多人咧，
就无供养了，就做像平常旁当的戏出最小出的一出来呢。好，开始做到一段的时间以后哈，他们人家看到当好噶哈，出天台咯。不是有啲主持人係咪？有啊有啊。啲主持人。主持人就是讲，说药房就要当下来。我會當會講啊。當會講。面就會買佢以前佢就專門講藥房啊。本來牙尾啊，我家尾是唔聽。做嘛？我家尾嘅做醫啊，佢我另外聽賺錢啊，唔係人家。佢講我另外用錢啊，唔係你用錢。我講唔定係幾多錢，係今年半得，用錢係冇啊。佢下佢就加定係9千呢啊，嗰種事情，定係9千呢，是的，冇辦法同時講啊，就一千人聽你。變到港澳呢部嘅就買睇成日冇講賺入面啲來啊！我賺入面啲來，佢間部嘅隨去買，成日又唔好，所謂2、3些啦，佢就人啊嗰陣就嚴格嘅啦，就嚴格嘅。我講佢冇錢我本嘢啊，我可能養嘅啦嚇，養個就嚴格咩？剛係一段時間25歲、26歲嘅一段時間，又冇出來功夫啊，有啲木下鄉耕田啊。做嘛？木下田冇人做咩？到28歲又將流落去辦嚇，佢帶落去辦。我個廠行業嘅，廠行業帶入去辦嘅，就來到個2、3條，糖係用啥做嚴格做嘅。咁廠啊計喏，佢哋都是講米糖啊，講米糖啊，佢哋講佢冇安尼啦，黃木桶佢講我做壽星啦，佢就請人富人家來做壽星啦，佢以前人講的現金啦，天錢就錯啦佢兩時捱兩啥，一個張穿銀60條呢啦，一個張穿銀60條。佢要2000嘅人就當好做生啊！像我搬啊，我土生人嘅也要，個人工人生意賣3副也要啊！煮到人拿個2000嘅，就一時就帶去辦就帶到了。
做三四年吧。就冇辦法做。就本日嘅天师講題嘛，家下之天師就係咁開始有互拍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嚟啦，太些人都可以看，對在日嘅做呢台嗬，影響天台，個天人也影響天台，一兩樣打壓，係都。但唔緊呢台戲我做嘅，然後呢？佢專門做愛台戲啊，沒有飛上，沒有飛嘅戲啊。你講是高級產業嚟㗎，係。冇感覺，好做嘛，冇感覺，凊彩做嘛就做得。做乜都要做得。嘛就做得。做乜嘅上乜？你只講好做安尼時陣，跟你冇可能見好做冇用啊。安尼是了，去觀眾嘅看法。是那個去比賽啊81年。81年，好。81年比賽，客家戲比賽，就到走愛台戲中央啦，拍台，評審啲下擺，音樂家拍第2版吧。2版，音樂一版做一出戲。伊下做就是下主條，一版做暗部條。甲比賽時間較長，過長。伊2點鐘嘅時間。世界就安咯，第4列啲新竹所沙交關嘅觀眾，伊都講阿財，喺擺要參加比賽，你嗌尾只安咯終身獎俾你。你冇參加阿處咯，如果嗌幾天有一隻獎啦，唔係要做冇做都有一隻獎就錯嘅啦，因為冇個做阿處嘅啦，個做阿處嘅就一到做阿處嘅就冇辦法比啊。按到出去昂出啦，留嘅成件數量就出，呢個地位好嘅獎。昂呢，運動會銷量啊咧。講出來運動會銷量啊！師傅阿爸平常時會講我咯。平常時冇講話就可能講啦。一擺我安尼冇啊，佢有一擺就係安尼，有一擺我哋就做個花草行，我大人嘅花草行，佢就做個黃拜年賣下巴。佢做個人昂處，結果佢阿母誒佢未來遊覽茶當道咩？我做劇呀，佢阿母就看佢做戲咩？我做戲呀，天意早晨也就愛做誒，佢就行咗西門誒，嗰度歡迎教行人呢個，
哎呦，全部嗰陣昂嘅做嚟嘢，嗰陣昂嘅，結果從嚟到尾下，攞拜託我攞個鹹香嗰度啊，佢要一硬昂啊，冇一硬昂啊，結果你到時攞個鹹香嗰度，鹹香嘅嗰度，結果我看要一硬昂啊，冇一硬昂啊，佢有人就笑咯，結果嗰度愛笑嘅嗬，係咯，就聽見攞住火山歌啊。結果係見到唱個火山歌，火山歌火得伊個幾日就當正啊，結果要上前門去啊。啊，阿珠有分當多款嘅，啊，海本咧，昂處就，佢講一下就。迄種係看啊，看大部分啊，我即間係唔知啦吼。所以看大部分做講昂嘅吼，我迄個本人看到都唔會嘛伊家己就錯嘅啦，啊！所以做人昂處本愛去研究，愛看咧市面嘅昂嘅人哋講話嘅法。你當到法唔曉講字。佢要講出來，當個昂嘅人啊，佢要講昂法，昂人講昂法，佢要有個昂法好講，真正啲人想唔到，佢都有個昂法好講。对，它的特色就是它去诠释憨丑这一块面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可能我们要学个2、3年不够，可能20、30年吧，真的是要这么久去揣摩这个东西。像他唱的 key 都在，反正在很高对了。这只茫茫啊，往前走啊。他的 key 都在这边，都定在这边，从头到尾。还有啊，阿台叔他那个蟠桃会，他演猴子那个啊，那个也快要没有人演了，没有人学。他唱腔是乱弹的唱腔，而且阿台叔本身他的嗓子就好。你可能他们原本是唱 F 的 key， 然后等到我演可能要变成E 的，就再降一个 key， 这样可能要降 key， 然后听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悦耳，因为他真的很高，乱弹的他的唱腔都是很高的，很疯狂。哦，嘿，苦恼啊，哦，通王啊，啊。
啰嗦，昆木大音。昆木大音，妈妈用昆木的笔，是用昆木的笔，不说三下就说三大，不要用昆木得好了，得好了就属于。你有做些金钱呢，所以安排个所有的戏码戏出，做那出老太家各团员那个讲了解比谈。你有生字嘛？你话个生字唔生字，冇生字不能开场。阿人嘅係哪爱看然后好啦，我哈冇咱讲谈牌也做唔得啦，我顺到个精神教开到我按其他啦，我将人马办长安啦。嗰就係喏，拖延啦，講戲種啦，留面就角色嘅角色，台詞，樣板講，歌戲比來全部一種嘅說明。老師，講下巴就會，你對戲棚檔棚下講戲嘅嘛個，就會基本要做嘛個，問現場，基本要做嘛個，上到了。那我們是現場這樣講的方式嘛，基本看有嘛啥來，點，做嚟做嘛戲，而人上，上好咧就老人講，戲用嚟做啦，講戲講體，基本老人講時代時代啊，嘛個時代做嘛事情，掠出去迄嘛個時代嘅嘛個管聯，佢全部啲。也水滸传做宋朝面，梁山108章，係宋朝面嘅水滸传。也係呢種嘅小說啦。小說嗰邊點解人來嫌多做馬戲做嘢唔記咗看也記過呀？嗰邊點多，人哋唔記咗哪樣書嚟看？也係，所以部分個潮台分唔清楚。要看下主張比頭台，係啊呀！也都睇本時間研究，佢出嚟從後生要馬啥講嚟啦。因為也是看書，你做小說也好啦，你做一個《封神榜》啦3榜5地下上主啦都主潮啦列卷啦看唐宋人民篇啦，也都歷史也都書人去看見。我了解個條文，哪隻條多人神狀嘛個，哪隻條多人觀念係嘛個。在做戏这一方面，不管是做戏的道具也好。或者是做戏的任何一个角色、服装那些，他自己都蛮有辦法的。然後他自己會想一些。爭那個毛衣的。毛衣的。毛衣的就係亮片的。其實大概戲曲圈裡面應該公認呢係一個後先生、後阿伯、後阿叔。擺皮嘅，擺皮就做唔得就當看得啦。你看那個東西，佢就不卡做好些隔一天就拿不完，因為情感不同。有想說我燒一個物件，因為佢同埋做一些小道具。有陣時咧做戲嘅時間禮拜做冇乜嘅道具，冇乜嘅東西，佢做不卡，連夜馬上就開始做下一次隔天一演嘅時候，東西就做出。我知道佢嘅做戲也大把在我看過的，或許還有更高的高人也不一定，但是他是我見過比較屬於實相的全方位的那個一個演員吧。對於幕前幕後，他都有辦法。唔講像佢文武片，唔講文武，他也能夠。伊要我愛演的伊要我去嘛打鼓的，我講嘅我做文武裝然後前場後場，讓我覺得說他真的是全方位。也係，佢聽啊。
状元帽安尼个，状元帽个。状元帽。哎，状元帽。哦，乖。哎。迄夜拜就是从4月、5月、6月、3、4月，台湾全省巡视的公园。室内表演到室外表演，都同样啦，所以差别就差别地讲。也有大师母，宇宙师母，台词，将为民众将看得到，将了解，当到好比讲，做客家去，有好多人啦，也是大量人啦，伊睇唔识就看师母，所以师母佢看得识，就讲了解，唔做嘅戏係乜嘅戏。你发生乜嘅事情了？哎呀，是你快给我给你看遍。老师，我帮你，好，谢谢。
我做噶是全部就是路没有，人强也没有，哎，粒金地呢啦，也还没穷样啊。當然擘一做半做一半，後生人去做。哦，第一個問題係觀眾較歡迎，第二個問題要比多經驗，怎要做得出色，嚇，伊學究其之上，伊會學出好嘅味道啦。人家怎要歡迎？唔嘅路要長定嚟做，後生人冇做，啊，人看到伊冇歡迎。嘅後生人要係冇幾啲，當然都係一般後生嘅法理上錯。要下呀，係啊，下呀天台啊，係前妹台。出發去下後生開始用窗口嘅，落批座。我們說，老師跟學生基本上會有一段距離，然後我們的關係不一樣，因為我們不是在台下看他看戲這樣子。我們是在台上跟他一起演，會有互動的，你可以更了解他的表演方式是怎麼樣，是如何，然後再從中自己去學習揣摩。我有感覺，佢想要教你愛學你就教，佢會教，佢會盡量教。你想學，佢就會教了，不會吝嗇這個東西。你有問題，佢一定會老人講，唔會像人講嘅留一手愛有，冇可能嘅事情。因為佢咩甜啦，你下東西冇面好就冇得去咧，真件咧唔係講笑嘅。要唱10點歌。我以下愛唱10點歌。将你来思念，真是恋。大阪有什麼海？大阪有什麼愛？大阪什麼？什麼過新年了呢？悠悠。戴了就蒙我。哎呀！奶奶戴比较少。你头都快不见了。不打，他从来都不会打小孩，只会画一个圆圈圈。什么意思？只会叫人罚站而已。奶奶比较会打小孩。ท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ท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ทับท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ทับอันนี้ทับอันนี้。这个顶头，这个顶头，咩呀？你要输我笔脏了，你笔脏了呀！你输我笔脏了呀！爷爷喜欢什么？爷爷，等好告嗯？爷爷等好告记。要不要投这个？
福建再叫我坐全部坐进去。爷爷做后中看了啊。马街剧团。永田呐。也是永田哦。永田太太剧团。哦。你还没到呀？做那个时候就会好奇那个工作。也係會，一個係會按照順路行去咪。老年條那我用動亂動了，唔會錢嘛。唔會。用你就會錢。係啊，太唔掂啦。愛留出嚟嘛。一清楚注意是要用啊，全冇用一好就變冇嘅啦。係啊。啊，也係還好也遇到伊攞呢啊，要好冇好其實就一條嘅。再就親有時要去辦當到愛出殺啊，冇人去好看就要幾啊妹行暗藏嘅路啊行嗰樣啊行。就要拜神山。拜神山搞啊！伊反正就跳钟馗啦，吼，嗰度，唔要講唱了，就一部分無好咁照常嘅劇，要唱先生呀，要唱先生，嗰叫咩位花葫蘆啊，花葫蘆其實佢學好嘅啦，唔係學快，唔係學講喺表演樣安尼，佢唔要啊，佢專門學好嘅啦。也還好啦，對待出殺啦嗬，我。有意而去啦，我本樣冇買嘅。做咩見到輕啊？就講佢出世，我就見到佢講，我講佢當橋都冇做兩頭路，唔係啦，我都前無人啊，拜託阿財幫啊，我嗰度要拜託多有人先，幾年嚟我去個有嘟一千一時。前一時拍鬼冇啊，我就喺呢度冇愛啦。佢講哎呦，人家都可以見現誒，乜講按冇人拜託，做咩嘅就去到佢做依個，去到佢出世啦，有個錢嘅咩？做咩跟咩都做？冇本人講為難啦，做人冇做變為明天唔會啊，唔會做人又唔興趣，唔冇好多有咩冇益處啊，有咩益處呢？好多有時要做半年。一個人買半年。冇嘢自家想嘅啦，那有嘛半年買。根本行去人人做戲啊，做戲轉來就行好好啊，天早晨放起來就忽然間講，坐電量水電係就講，講喲，我嘛唔結多也唔係，佢有是個微山啊，多咗蠻難啊，講見結多也唔係，叫唔係啊，是微山，講做嘛是微山，做成本就得晒啦。可以哈。冇啲冇快。上擺去年前年唔係現場講冇嗬。係。做先導管。做先導管，嗰個點解係要做過導管？就有放支架。自放支架。咁有影響唔做戲哈？多多少少先有影響。唔係，佢就好比講。旁當嘅武器，莫可比相似嚟講嚇，人就打一套嘅就好，莫打兩多套安尼。迄單槍衝講唔係問題啦，只要經歷上力下安尼不太有問題。
所以想讲老去的退休啊，无做起啊，迄无法通嘛，迄咩要搭梯啊哈，可以讲煮安是可以，啊，锻炼身体啊，加减热，加减困啊，哈，加减是天通就错的啦，你无就会变无天无通嘛。所以人到老去，筋骨又较硬到，血管又较循环较无嘛。如果无运动，电都坏嘛，所以运动。哦，就是买一开进来的运动啊。哎，安尼是，唔要讲忙下来是冇可能。就种条菜吼，适得自家安心点啦。Thank you.